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Vivo X200 FE 旗艦手機發佈，馬卡龍式係三色登場，搭配蔡司長焦，賣呢個價，網友又點睇呢？ Vivo 全新旗艦手機 X200 FE 正式登場。呢款手機以6.31寸 FHD AMOLED 窄邊小直屏，以及淨得186g 嘅輕巧機身，再搭配埋蔡司5000萬像素超級長焦鏡頭為賣點，打破咗細 size 手機攝影差、電量低嘅痛點。新增3大 AI 相片魔法功能，6500mAh 藍海電池同埋 IP68、IP69 頂級防塵防水，令到 X200 FE 成為日常專業攝影同埋夏日出遊嘅理想選擇。呢部手機會喺本月21號正式預售，26號上市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詳情，咁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Vivo X200 FE 香港賣價同上市資訊。Vivo X200 FE 香港建議零售價係5498蚊，將會喺2025年嘅6月21號起接受預訂，並且喺26號正式開賣。Vivo X200 FE 一改 X 系列成熟穩重嘅風格，採用 Gen Z 喜愛嘅清新馬卡龍色系，包括馬卡龍粉、海鹽藍同埋咖啡黑，採用6.31寸 FHD AMOLED 窄邊小直屏，邊框只得 1.32mm， 結合蔡司大師色彩屏同埋 LTPO 技術，能夠呈現生動逼真嘅色彩效果。2160Hz 超高頻調光能夠有效減少閃屏問題，喺昏暗嘅環境之下觀看都能夠更加舒適。而5000 nits 嘅局部峰值亮度就能夠令到 HDR 影片細緻更加清晰。另外，手機支持 IP68 同 IP69 防水防塵規格，能夠喺 1.5 米深嘅清水入面浸30分鐘。同一時間 ，X200 FE 來自6500mAh超大電量，採用第3代直負極技術嘅藍海電池，能量密度高達845 Wh/L， 實現小機身長續航。90W 閃充技術快速回血，電量耗盡關機之後，淨係需要4秒就可以重新啟動，確保重要嘅時刻都唔會斷線。微電精靈功能喺低電量嘅時候會自動啟動，支持短時通話或者係緊急使用。搭配天璣9300 Plus 旗艦處理器同埋360度全向天線，無論遊戲、影音定係海外旅遊，都能夠保持流暢同埋穩定。相機部分 ，Vivo X200 FE 配備蔡司5000萬像素超級長焦鏡頭，採用 Sony IMX882 超感光傳感器，支持3倍光學變焦同埋最高100倍嘅數碼變焦。蔡司多焦段人像功能提供 23mm 至到 100mm 嘅5大焦段，能夠輕鬆拍出風景人像、半身合照或者係特寫，呈現出大師級嘅效果。夜間攝影更加可以開啟蔡司鏡頭虛化功能，7種經典虛化光斑同埋電影級耀斑，令到照相照片更具氛圍感。日常生活拍攝同樣出色，主鏡頭支援5000萬像素，新增舒適、治癒、溫暖3種負片風格，令到社交媒體照片更具文青格調。前置5000萬像素鏡頭搭配業界首創嘅雙柔光燈，智能調節面部色調，無論昏暗環境定係日間自拍，都能夠展現最佳狀態。新增3大 AI 相片功能 ，Vivo X200 FE 新增3大 AI 相片魔法功能 ，AI 魔法移動、AI 擴圖同埋 AI 反光消除。當中嘅 AI 魔法移動可以將拍攝嘅主體拉到去理想嘅位置，智能補充背景，保持畫面真實細膩。AI 擴圖就能夠智能咁去擴展唔完整嘅景物或者係建築，生成自然畫面。AI 反光消除一鍵去除玻璃反光，完美還原窗外面嘅風景。除此之外 ，X200 FE 承襲 X200 系列嘅6大 AI 功能，包括無痕消除、相片修復、文檔去影、全屏翻譯、圈定即手同埋一鍵勾圖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埋另外嘅一單新聞。終於冇劉海或者動態島，有傳蘋果2027年改用屏下鏡頭。iPhone 螢幕嘅劉海用咗好多年，前2代先改為動態島縮窄咗少少，但係始終比較佔螢幕空間。近日有傳聞指蘋果最快將會喺2027年引入屏下前鏡頭技術，
實現真正嘅全面屏設計。根據微博數碼博主數碼閒聊站嘅爆料貼文，表示蘋果將會喺2027年嘅 iPhone 19推出無任何開孔，採用屏下 Face ID 結合前鏡頭，真正達到全面屏效果。另外，呢一名博主亦都喺留言下面補充話，2026年嘅 iPhone 18就會有熒幕下嘅 Face ID，意味住前置相機仍然有穿孔設計。同一時間，博主嘅文章亦都提到，Android 陣營已經有行動，有品牌啟動超前瞻預言，預計會趕喺同年年底，亦即係2027年年末嘅新平台發佈嘅時候，同步推出搭載屏下相機嘅手機。如果研發進度順利，屆時將會同蘋果形成技術壁壘。至於係邊一個品牌就未有明言，只係提到係 Top 5嘅品牌，預計係三星、小米、OPPO、vivo 等等嘅品牌。今集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